这边来。哦，好，现在去看小狗啊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老梁啊。今天过来看小狗，这里是大山的深处。那个你在买？哇，好漂亮的小狗啊，5条小狗啊。你在买？係啊，5隻喎。啊，这个肥了。啊，現在阿姨餵狗狗啦。啊，吃了。那吃的都是白稀飯啊，什麼都沒有的，白粥嚟㗎係嘛？係白。啊，白粥嚟㗎，白稀飯啊，所以純種的中華田園犬很好養的。打交咯，打交咯，打交咯，打交咯。这窝小狗一共有5条的，中间这条黄狗白面小母狗，胆量是最大，性格是最好的。现在我测试给大家看一下，小狗，你看，一叫它过来了，那把它提起来，啊，怎么搞它都没事，性格很稳定，不吭一声。这窝小狗，这一条就是精品了。性格最好。性格是最好的这条是。好了，这期的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